佛來佛三性永師集。現公老和尚之表法至關重要，成為末法9000年眾生之啟示典範。欲自本書中獲真實利益者，當習賢公等三性之真誠、清淨、恭敬，與其老實聽話真幹。總結之，則為誠敬二字矣。故云：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10分誠敬得10分利益。誠敬之體現，始於尊重法寶。若於記錄來佛三性事蹟之載體尚不尊重，何可奢談誠敬？印光大師常戒人曰：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賞。淨守結案，主敬傳承，如面佛天，如臨施寶，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故此普勸讀者尊重原著，若欲助印流通者，只可依原版附印，慎勿私改一字。古德有錯下一字轉語，墮500世野狐身之公案，誤導眾生之罪最為嚴重故，可不戒慎乎？二學沙門釋淨空僅釋。